日本妖怪大百科，河童。河童最中意食咩啊？係青瓜。河童平時會做咩啊？偷睇日本女人嘅裙底。河童相信都係一個街知巷聞嘅妖怪啦，係日本最經典、最具代表性嘅妖怪之一。佢兼具恐怖嘅古老傳說，同埋後來可愛化嘅現代形象啊！咁河童嘅身高咧就大概有60cm 至到1米左右啦。咁個樣咧就好似8至12歲嘅小孩啊。而佢嘅身體咧其實有唔同顏色噶，但係普遍咧都會被認為係綠色。咁佢亦都會有青綠啊、黃綠或者紅色嘅形象係會呈現過出嚟嘅。佢嘅皮膚咧就好黏滑啊，同埋都會有鱗片噶。個背脊咧都生住一個好似烏龜一樣嘅硬殼，手同腳咧都會有好似鴨咁樣嘅蹼啦，應該係方便佢游水啊。而佢個嘴巴咧都尖尖地嘅，就好似雀仔嗰啲嘴巴一樣。咁啊，通常都係黃色嘅。而佢嘅手臂咧，亦都係好長嘅，而且可以好似伸縮棍咁樣啊！甚至仲有傳言講過咧，佢隻手咧被斬斷咗都可以再生翻。咁啊，一般最經典嘅形象啦，佢個頭頂就係有一個好光滑而又圓形凹陷，好似個碟咁樣嘅形態嘅物品啊！日文咧就叫做沙拿，咁其實就係碟嘅意思啦。而佢河童個頭上面個碟咧，其實必須要永遠都裝滿呢啲水噶。咁啊，因為河童嘅力量來源就係源自於呢個碟嘅水啊。一旦水灑咗出嚟或者乾咗之後咧，佢嗰個力量就會變到非常之弱，而身體咧亦都會變得虛弱，甚至會死亡添嘅。咁啊，有啲地區嘅河童形象咧，就更加似係好似馬騮咁樣啊，成隻身咧都係生埋啲毛，有啲咧又會比較似烏龜啊，又或者似青蛙。咁啊，一般咧佢哋喺行出嚟啊，個身上面就有好大陣嘅魚腥味，仲有人話佢哋咧其實係有3個肛門添啊。咁呢一點其實就係喺民間傳說，成日都係被攞嚟講笑嘅。河童一般都係會住喺日本各地嘅河流啦、池塘或者係湖泊嘅。咁啊，尤其係喺鄉村地方，大城市就比較少見到佢哋嘅。佢哋興趣咧就係中意惡作劇啦、拉馬嘅尾啦，咁啊將隻馬拖落水啦，偷睇女人和服嘅下面啦，偷嘢食啦。咁其實佢哋，你唔好睇佢好似淨係中意惡作劇同埋個外形好似好得意咁，其實都係非常之危險嘅。佢甚至有啲河童係會喺水入面咧捉住游緊水嘅人，又或者喺河邊洗衫嘅女性，咁啊亦都係會捉啲小朋友拖入去個水入邊浸死佢，然後咧浸死咗啲人就會喺佢嘅身體入邊拎出一個叫鳩子肉Shirikodama 嘅東西啦。咁啊傳說咧呢一個鳩子肉咧係位於人類肛門入面嘅神秘球體啊。咁亦都係據說係靈魂或者生命精華所在。拎咗出嚟之後嘅人咧就會失去咗力量啦、發癲啊，甚至死亡嘅。同時咧，佢哋亦都會食人嘅肝臟同埋內臟。聽完好似好恐怖咁啊，但其實河童咧就並非全部都係邪惡嘅，佢哋非常之講有禮貌噶。亦都會識少少醫術，識得接骨同埋識得執啲藥草。有時咧被捉咗之後咧，佢哋都會知恩圖報噶喎，咁啊可能係幫過佢或者餵過佢食嘢等等啦。咁佢哋會幫人類灌溉田地啦，做下啲勞力工作啦，甚至係傳授醫術。河童一般最中意食嘅食物，大家知唔知係乜？就係青瓜。呢個就係點解人哋日本嗰啲青瓜壽司卷咧就叫做河童卷嘅原因啊！好多時會見到圖片咧，佢都係會有啲青瓜卷拎住喺手咁樣嘅。咁如果遇到河童嘅時候，又有乜嘢方法可以對抗到佢哋咧？最有名、最實用就有以下幾個方法嘅。咁啊，第一個方法就係鞠躬。
因為河童咧係非常之遵守禮節嘅一個妖怪。如果你遇到佢對住河童深深咁樣鞠躬啊，90度角或者係100度角、120度角咧，咁河童咧都一定會回翻個禮。喺呢個回禮嘅時間，嗱佢個頭一越耷得低咧，咁佢個頂入面嗰個碟啊，啲水咪灑晒出嚟咯。咁呢個時候河童就會失去咗力量啦。咁你又可以揀逃跑，捉住佢，或者捉住佢之後再虐待佢，叫佢發誓唔好再傷害人啦。第二個方法就係用青瓜。啲人咧好多時會喺河邊掉啲青瓜俾河童食啦，咁啊請求佢唔好傷害村入面嘅人啦，咁啊定期俾啲青瓜佢食啦，咁樣等等嘅情況。有啲咧仲地方嘅日本人啊，仲會將寫咗家人嘅名同埋自己嘅名嘅青瓜咧掉入河入邊，咁啊祈求全家平安。第三個方法就係同河童挑戰相撲。什麼？河童咧就超級喜愛相撲嘅，咁佢嘅力氣好大啦，眾所周知嘅。但係只要喺比賽前又係同一樣啦，同佢鞠個躬，咁佢就會回禮，又係射咁啲水出嚟。你相撲就輕而易舉就可以贏咗啦。另外一個第四個方法就係有傳聞有故事講過啦，人類咧喺捉住河童嘅之後咧，就掹走佢一隻手臂。咁佢個手臂會縮細嘅，河童為咗攞翻個手臂啦，咁會以後寫翻低我以後唔會再傷人等等嘅悔過書，甚至會幫手做一啲耕田啊或者土地開墾嘅工作啦，其實都幾慘啊，佢俾人虐待完之後仲要去幫人做嘢。好啦，呢4個方法就係傳說講嘅方法啦。咁另外河童嘅來源咧都有啲其他有趣嘅故事㗎喎。喺九州咧有啲地區嘅傳說咧有一個大佬，河童大佬叫9000方嘅。咁就因為佢係帶住咗9000隻河童遠道而嚟九州啦。最後咧就同馬騮打交群毆打交。最後就俾馬騮打敗咗啦。咁所以咧河童同馬騮咧就勢不兩立嘅。而亦都有啲河童咧被捕捉咗之後咧就會教人類醫術或者骨科啦，成為村入面嘅恩人。呢個講法我就覺得有啲牽強，會唔會係有啲從醫嘅人生得唔係咁好睇，就將佢青類歸類為做河童咧？咁亦都喺冬天啦，有啲河童咧就會走上山去避冬嘅，會變成咗另外一種妖怪，就叫山童，就叫亞媽哇羅嘅。到天氣冇咁凍嘅時候，先再翻去河湖泊入邊等等嘅。而亦都喺佢又點樣由恐怖殺手變到做呢個可愛吉祥物咧？其實喺江戶時代以前河童咧真正咧令到人哋害怕嘅原因咧，其實就係爸爸媽媽會用一句說話就話河童會捉咗你走啊，警告嗰啲細路仔唔好靠近好危險嘅河邊啊。咁但係喺20世紀50年代就有個漫畫家啦，叫清水坤嘅，創作咗一個好可愛嘅河童村太郎形象之後河童就徹底由呢個恐怖妖怪就變成日本嘅吉祥物同埋文化符號啦。